该是保育动物的收容中心，煞变成苦毒动物，发生伫彰化县。彰化县流浪动物收容中心发生苦毒猫的代志，有领养的人呢，去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呢，摕掠到这个膏啊，溜着这个猫的颔棍啊，硬甲拖出来，二咧涂骹，才煮麻醉蛇。工作人员一直吐这只乌猫。 一条乌猫跳来跳去，走袂去，因为伊的颔棍啊溜掉咧。工作人员将这个膏啊扭起来了后，这条乌猫掠条条，无想要出来。工作人员硬甲扭出来了后，将伊二咧涂骹，交互兽医注麻醉下。对待流浪动物的这样子的野蛮的行为，我以为在10几20年前有，但是现在早就已经消失了，就没想到还会在现在看到，而且还是在一个公立的单位。 彰化县流浪动物收容中心承认讲，这个工作人员是因请的临时工。那我们希望说，以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更温和。是一个来到收容中心值班的兽医师讲，要将这个猫咪抱出笼外，应该用大领的面紧甲含咧，避免伊着惊。是怕被抓伤啊！在捕捉那带出去的19只猫的话，抓到第3只的时候，其实就我们的兽医师跟临时人员就已经受伤了。迄一天，掠领工作人员甲兽医师拢有好猫咬着伤，动方所嘛承认讲，掠领过程无妥当，会搁检讨改进。